要好好記錄呢一年，唔係淨係為咗回顧，而係為咗提醒未來嘅自己，我曾經真實咁樣活過。呢幾年發生得太多事，我曾經忙到忘記呼吸，忘記感覺，忙到特登忽略內心嘅聲音，將自己麻木咁埋入角色同埋責任。直到呢一年，我真正咁停落嚟。喺2025年，我嘅人生從此唔一樣。我選擇咗裸辭，邀請自己獨自出發，行咗一段好遠好深嘅路。慣性個腦係總係想反抗，代入各種角色嘅角色嚟批判自己，內心焦慮緊張又充滿期待。我唔知未來會係點，但係我清晰聽到我嘅心去叫我先出發啦，去開始真正嘅生活。2年前媽媽嘅離開一直令我個心好似空咗一個窿咁，嗰份失落推動我去揾更真實嘅自己。我開始明白，愛唔係淨係停留喺過去，佢可以喺旅程裏邊流動同埋延續。呢一年我走過好多嘅地方，喺巴厘島嘅日子裏邊，每一日喺海邊迎住日出練習 yoga， 睇住潮汐潮退日出日落，學識令自己嘅節奏亦都跟住自然咁流動。我喺呢個島上旅居，考下咗瑜伽導師牌，體驗咗各種唔同嘅療癒方式。喺呼吸同埋靜默裏邊，慢慢學識聆聽身體嘅聲音。喺西藏，我喺極端異常難以預測嘅天氣裏邊走過聖山岡仁波齊，而高山反應令我每一個呼吸都變得沉重刺痛。喺馬棚庸草轉湖，我個心跳喺稀薄嘅空氣裏邊變得清晰可怕。喺天地嘅無常同浩瀚面前，我嘅身體學識咗臣服，然後個心先慢慢跟上。喺非洲呢片神奇大陸做義工遊走數月，我見到生命最原始最真實嘅樣子。喺坦桑尼亞睇見動物大遷徙嘅壯闊，我明白生命唔在於抵達終點，而係在於喺保守勇氣中持續前行。喺納米比亞爬上最高嘅沙丘，喺保護區照顧野生動物，學識喺自然中謙卑。喺南非貧瘠嘅城鎮陪伴孩子讀書遊戲，戰戰兢兢舉報咗唔公義嘅事，學識咗真正嘅勇氣係喺恐懼中仍然選擇守護愛。喺亨斯幣同海洋保育者同行，每一日出海記錄鯨魚、海豚、鯊魚嘅身影，照顧瀕危嘅企鵝同海獅共遊。嗰段時間令我明白，守護生命從來唔係一句口號，而係身體願意踏出去、願意行動嘅承諾。看似我在遠行，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靠近心。我發現世界有太多種生活方式，沒有絕對嘅啱、絕對嘅錯，而我開始懂得，無論身在何處，都能好好生活。喺旅途上，我嘅世界淨係裝喺我2個行李箱裏邊，卻每一日都過得豐盈、自在、充實，比以往任何一個時間點嘅我更加識得感恩。因為我知道，唔係每一個人都有自由去睇呢個世界嘅機會。而家嘅我係幾咁幸運，我感恩我嘅健康，感恩我嘅所有，更加感恩嘅係，我好似揾到一啲去走漫漫人生路嘅底氣。至於途中有啲嘗試想欺騙我嘅人，有啲想攞着數嘅人，甚至有啲對我膚色同種族懷有偏見嘅人，呢啲經歷起初係令到我覺得困惑嘅，但係漸漸咁，我學識唔再用啱同埋錯去衡量，而係將佢哋當作人性嘅一部分去睇，係複雜、真實、值得理解嘅。我開始明白，善意同埋偏見常常並存喺同一個世界，而我做到嘅係選擇溫柔嘅眼光去看待一切，不失判斷，不失信任。我學識點樣去溫柔中保持力量，點樣保持自己嘅界線，為自己發聲。即使見過眾生之惡，我仍然相信天地之愛。喺呢一年，我強烈咁感受到愛。我花咗整整1年，重新點亮咗對人
對世界、對自己嘅熱愛。喺獨旅嘅途中遇上嘅人嚟自唔同嘅國家、年紀、性別、膚色，佢哋陪我笑、陪我喊、陪我喺風浪裏面揾平衡，喺瑜伽席上彼此互相支持，喺星空之下交換心聲。佢哋令到我明白，愛唔係淨係浪漫或者親情。我知道佢哋係我嘅靈魂家人，約好咗今世會再相遇。而媽咪嘅離開令到我更加珍惜呢一啲愛。佢嘅缺席反而令我更勇敢去擁抱每一份嘅陪伴。我知道佢嘅愛一直都喺度，只係換咗一個形式陪我走在路上。喺35歲呢一年，我終於放低身份同埋角色，我開始明白安心唔係努力嘅結果，係一個選擇。我選擇令我嘅心安定落嚟。慢慢咁，我見到我嘅人生唔係線性嘅。多時空嘅自己喺度互相連結，而家嘅我成日都會連結到嗰個自由、快樂、平靜嘅我。2025年，多謝你，多謝你俾我尋回錯過嘅自己。呢個係我嘅第二人生。我選擇咗安定，選擇咗愛，選擇咗回到自己。呢一個唔係一個願望，呢個係一個決定。我學會咗溫柔中帶力量，在流動中安住，在變化中成長。願未來嘅日子裏邊，能繼續溫柔處世，創造我嘅第二人生。